花间派之所以这么穷，都是因为师傅啊！臭小子，把钱交出来！走开！你们不许再欺负他了！哼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衣钵传人吗？还敢顶嘴！打！搞定！嗨，小宝贝，想不想当花间派首席大弟子啊？想。道上来了怎么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这个徒弟我收定了。镇金阁真不靠谱，少年啊，以后跟我混吧。谁死的？为师去揍他！师傅，饿。唉，不就是画个圆吗？小的们，走去钱满楼。是。